钟汉良虽然有着偶像的外表，但多年来在演艺圈的口碑和高产有高质的作品却堪称实力派。要说钟汉良最好看的电视剧，可能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你觉得钟汉良主演的电视剧哪部最好看呢？本文为大家带来了钟汉良10大经典电视剧，如何一生消磨，来不及说我爱你，一触即发，最美的时光，天涯明月刀，上海王，十月围城，少年五虎等等。你最喜欢的钟汉良电视剧在不在其中呢？钟汉良10大经典电视剧1，何以笙箫默。电视剧《何以笙箫默》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由上海剧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刘俊杰执导，顾漫、墨宝、飞宝联合编剧，钟汉良、唐嫣领衔主演。主要讲述何以琛和赵默笙一段年少时的爱恋牵出一生的情缘，一个执着于等待和相爱的故事。2，来不及说我爱你。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改编自匪我思存同名小说《来不及说我爱你》，该剧由北京光彩世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节目分公司共同出品，曾丽珍执导，钟汉良、李小冉、寇振海、归亚蕾、谭凯、齐芳、孙伟主演。该剧讲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一方军阀少帅慕容峰和富商之女尹今晚从相遇、相爱再到被迫分离的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3，一触即发。一触即发 Imminent Crisis 是北京光彩世纪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出品的军事悬疑电视剧，由甘露导演，张勇编剧，钟汉良、杨瑞、李悦、徐翠翠、李立群、丁子霖、李颖等人主演。该剧讲述了30年代的上海滩，一场家族惨剧使孪生兄弟阿初和阿次在襁褓中骨肉分离，兄弟2人由敌对误解互相猜疑到同仇敌忾，联手抗敌，最终将日寇多年筹划的阴谋大白于天下。阿次为国捐躯，阿初背负国恨家仇，以阿次的名义继续潜伏下来，开始了新的斗争。4，最美的时光。最美的时光改编自童话小说《被时光掩埋的秘密》，由浙江梦幻新生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湖南卫视出品，是由香港导演曾丽珍执导，钟汉良、贾乃亮、张钧甯、韩熙婷等联合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展现了痴情白骨精与腹黑金领之间的情感挣扎，裂动人心的爱情故事，直触人心。5，天涯明月刀。天涯明月刀是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出品，改编自古龙同名武侠小说，由张英俊、霍刘书画编剧，赖水清总导演。钟汉良、张萌、陈楚河、张定涵、毛晓彤、姜大卫、傅艺伟、田丽、宗丰岩等主演的武侠剧。该剧讲述了傅红雪复仇路上的一段奇幻、精彩绝伦的故事。6，上海王。上海王是由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电视剧，潘文杰、蓝少莹执导，袁立、钟汉良、薇子和陈瑞等主演。该剧讲述了纷杂乱世之中奇女子小月桂与3代上海王之间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恨情仇，并已于2008年4月15日在上海新闻综合频道首播。7，十月围城。十月围城是由博奈影业出品的年代传奇电视剧，鞠觉亮、邹吉成执导，钟汉良、张小龙、刘晓晓、吴刚、吴孟达等人主演。该剧改编自同名电影《十月围城》，主要讲述清末明初的省港地区草根人物车夫阿尔斯误打误撞做起革命青年李崇光替身，从而串起整个家族以及周边人投身革命的故事。8，少年五虎。少年五虎是1993年由 TVB 投拍的一部典型的怀旧青春励志剧，背景是70年代的香港故事，讲述当年红透一时的温拿乐队踏上成功之路的过程，找来相貌与乐队中的成员谭咏麟和钟镇涛极为相似的新人朱建军、钟汉良主演，再配搭当时无限力捧的花旦朱茵和洪欣。可是此剧并未能捧红朱建军和钟汉良，多年后朱建军仍然留在 TVB 当一些小角色，而钟汉良则到台湾发展。9，康熙秘史。康熙秘史是中北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2006年出品的一部清宫历史剧，是由小刚导演前清秘史剧系列的最后一篇，由夏雨、钟汉良、胡静、杜雨露、石小群等主演。该剧对诸多历史人物站在人性角度的进行全新诠释，在人物塑造中一一体现，充满了男人之间的权谋、赤诚信义和背叛。然而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群为大清王朝默默奉献出青春、爱情和一生幸福的女人。10，亲恩情未了。亲恩情未了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于1995年12月7日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全剧共20集，监制徐正康，主要演员有李颖、苏玉华、张国强、钟汉良、曹永廉、刘江、郑秀文、卢婉英、简佩英、魏俊杰、骆英军、鲍芳、梁顺燕等。本剧情感真实，感人肺腑，提示了人类真情的可贵，讴歌了世间母爱的伟大。